沉寂多年，早已淡出大眾視野嘅陳思翰，近日罕見現身做客訪談節目。呢個係一檔好友主持嘅網絡訪談節目《朗談老事》（Long Time Shows）。呢個亦都係佢時隔多年為數唔多嘅公開露面，褪去咗年少藝人嘅成芒。佢坦然分享自己嘅近況、婚姻半生演藝浮沉同內心感悟。今次真誠走心嘅訪談一經播出，迅速勾起無數觀眾嘅青春回憶，亦令大眾重新認識咗呢位被陳慧琳弟弟標揚捆共半生嘅藝人。鏡頭前嘅陳思翰早已褪去20年前銀幕上清秀俊朗嘅少年模樣，今年49歲嘅佢，身形明顯發福，面部線條變得柔和圓潤。佢褪去咗娛樂圈精緻包裝嘅偶像氣質，整體神態鬆弛又溫和，眉眼間褪去咗年少嘅謹慎同浮躁，多咗中年人嘅沉穩同淡然。隨性嘅穿搭同鬆弛嘅狀態，同街頭普通中年人冇絲毫分別。佢徹底褪去咗昔日偶像明星嘅耀眼光環，變得平凡又接地氣，好難令人想象。佢曾經係千禧年初香港樂壇備受矚目嘅潛力歌手，佢擁有遠超同期新人嘅出道起點，係手握頂級資源嘅娛樂圈寵兒。今次訪談最令全網意外嘅重磅消息，係佢首次公開自己嘅婚姻狀況。佢坦言早已喺疫情期間低調完成結婚，多年來始終避而不宣。如今嘅佢過住安穩平淡嘅婚姻生活，從未對外有過任何官宣，冇盛大熱手造勢，冇圈內好友祝福刷屏，生活低調又內贈。佢嘅婚姻如同當下嘅人生一般，唔被外界打擾，安穩且踏實。談及陪伴自己多年嘅太太，陳思翰嘅語氣格外平和且溫柔，冇浮繫嘅情話，冇刻意嘅浪漫渲染，只剩歲月沉澗嘅篤定。佢心懷感恩，細細訴說住朝夕相伴嘅溫暖同相守嘅珍貴。佢坦言自己如今嘅生活可以用非常平淡平穩嘅8個字概括，徹底褪去娛樂圈嘅圈廠浮華，遠離聚光燈嘅追逐同拉扯。呢份細水長流嘅日常，係佢漂泊半生後最安穩溫暖嘅歸宿。佢多次真誠感謝太太長久以來嘅陪伴同無微不至嘅悉心照顧。對方包容佢過往嘅性格扭曲，接納佢褪去星光後嘅平凡模樣，陪佢走過半生浮沉嘅迷惘困頓，成為佢人生最堅實嘅後盾。娛樂圈嘅明星婚禮素來盛大隆重，耗資百萬備，受萬眾矚目。而陳思翰嘅婚姻開端卻極盡簡約過數，打破咗大眾固有認知。受2020至2021年疫情管控影響，線下大型聚會全面受限，多數親友無法到場參與儀式。佢同太太就放棄咗繁亂嘅婚禮流程，冇奢華酒店宴席，冇精緻盛大嘅婚禮佈置，冇眾多賓客媒體，兩人簡單換上正式禮服，喺公園完成咗一場極小範圍嘅溫馨儀式。整場婚禮安靜純粹，冇鋪張慶祝，低調簽字登記，完成成婚流程。談及呢場極簡婚禮，陳思翰笑住坦言，十分契合自己當下嘅生活態度，通透低調嘅生活方式，令佢省去一筆可觀嘅開支，無需為虛名抱張。呢份隨性坦然嘅心態，徹底安撫咗大眾對明星婚禮嘅固有印象。曾經身處名利場中心嘅佢，見慣咗娛樂圈嘅浮華、奢華同紙醉金迷。如今嘅佢卻格外珍惜呢份褪去圈寵後嘅講數，日常同安穩生活，盛大排場同萬眾矚目，早已唔係佢嘅追求。安穩相守先係人生真諗中。觀陳思翰嘅半生演藝之路，始終繞唔開陳慧琳弟弟呢個標林。呢枚標林係佢入行坐擁嘅頂級光環，亦係困住佢半生嘅枷鎖。2001年，香港樂壇步入黃金末期，陳思翰以全職歌手身份出道，依託樂壇天后姐姐陳慧琳嘅加持，佢入行便手握旁人難及嘅資源。當時嘅陳慧琳早已穩居華語樂壇一線席位，嗓音清澈，氣質優雅。佢斬獲無數樂壇大獎，傳唱金曲遍佈街巷，國民嗰度同口碑相高，背靠姐姐嘅頂級光環。陳思翰尚未出道就收割整個行業嘅琴目。
出道之初嘅佢資源接到手軟，各大媒體爭相報導，業內前輩主動提樓，綜藝、商演、唱片各類資源源源不斷，流量關注度無需刻意爭取。喺當年一眾新人藝人中，佢嘅出道起點堪稱業內天花板級別水準，所有人都默認佢會藉住優質資源順勢爆紅，開啟璀璨演藝人生可世間萬事利弊相依呢份人人權嘅頂級光環。忠誠半生治國，自帶嘅天后弟弟標林，令佢自出道起就永遠活喺姐姐嘅盛名之下，常年被傳聞拿嚟對比，被行業用超高標準嚴苛審視同要求。但係觀眾習慣性以陳慧琳嘅樂壇高度衡量佢嘅唱功同舞台表現，業內人士憑藉其特殊身份不斷拔高對佢嘅職業，期待同定位媒體常年將這第二人跟定對比。令佢嘅一舉一動都被無限放大，長期深陷極致對比同高壓期待之中，佢承受住常人難及嘅壓力。今次訪談中，佢罕見敞開心扉，直白道出年小草攞樂壇嘅煎熬，直言頂住天后弟弟嘅身份跑兜娛樂圈，心理壓力大到極致。嗰段被對比裹緊嘅歲月，對佢嚟講宛如無間地獄，滿係窒息內耗。佢擁有優越高挑嘅身形條件，出眾清爽嘅氣質同極具辨識度嘅樣貌，年少清秀俊朗嘅五官，放喺成個娛樂圈入面，依然係拔尖嘅水準，手握無數新人夢寐以求嘅頂級資源、曝光機會同發展平台，可佢始終無法掙脫姐姐嘅光環束繩，揾唔到屬於自己嘅定位。無論佢點樣打磨唱功精進舞台表現，大眾只記得佢嘅特殊身份，所有人都忽略歌手同演員陳思翰，只係銘記佢係陳慧琳嘅細佬。佢所有嘅努力同進步，都會被姐姐嘅盛名徹底掩蓋同忽略。但凡表現稍有不足，便會被無限放大，淪為大眾調侃嘅談資。入行初期嘅陳思翰滿懷熱忱同野心，一心想撕掉固有標林。佢迫切想證明自我價值，全身心深耕音樂領域，打磨個人作品。佢先後推出2張個人專輯，用心雕琢每一首歌同舞台呈現，拼盡全力突破外界嘅固有偏見，擺脫姐姐光環帶嚟嘅身份捆綁。且現實終究唔盡人意，2張專輯冇誕生一首出圈爆款作品，市場整體反應平平，口碑同熱度始終無法喺樂壇突圍立足，大眾對佢嘅認知依然牢牢定格喺天后弟弟嘅固有身份之上，佢嘅歌唱事業始終突破唔到發展瓶頸。距離爆紅始終遙遙無期，睇住同期出道嘅新人陸續出圈站穩腳跟，又唯有自己停滯唔前，手握整級資源，卻始終難以突圍。長期嘅壓抑內耗令佢心生疲厭，深耕香港樂壇多年，始終硬脫唔開身份治國嘅佢，最終選擇離開。佢奔赴台灣同內地市場躲霸，試圖喺全新環境中徹底撕掉標林。本以為更換發展土壤便能擺脫束繩，重啟事業，實現自我突破，可多年北上躲霸嘅時光，又俾陳思翰嘅只有奔波疲厭同落差感。佢徹底褪去香港樂壇新人嘅耀眼光環，能為娛樂圈普通從業員跟各大劇組拍戲，奔波各類通告，承接商演，常年漂泊異鄉，日復一日拿轉於各個城市，從片場勞碌奔波嘅歲月一晃數10年。今次訪談中，陳思翰坦誠分享內地劇組打拼嘅真實心酸境遇，揭開咗眾多北上港星睇落風光無限，實則滿係辛酸嘅行業真相。佢感慨喺內地深耕多年，自己早已從新人後輩熬成劇組老前輩。如今片場盡係朝氣蓬勃嘅年輕藝人，手握高流量、高熱度、優質資源，新生代藝人嘅發展機遇同人氣熱度，早已遠超打拼多年嘅自己。久而久之，圈內新人同工作人員皆以至資深前輩嘅身份敬重佢。唔少新晉導演同攝影師遇到拍攝細節問題，都會主動向佢請教，睇落備受敬重嘅前輩身份，背後卻藏住唔為人知嘅無奈同心酸。資歷越發深厚，從業經驗越發豐富，但係冇得換嚟對等嘅資源地位。多年來，佢始終深陷多勞少得嘅山價困境，付出同收割嚴重失衡。陳思翰坦言，內地拍戲打拼嘅日子，佢成日一人身兼數職，獨自包攬5、6個人嘅工作內容，兼顧拍攝、溝通同劇組調度工作。
仲要協助新人適應劇組節奏，繁複嘅工作內容強度極高。全年無休連直轉係工作常態，常年處於高強度嘅忙碌狀態之中，極致辛苦嘅付出。人嚟嘅卻係極其普通嘅薪資待遇，同當紅藝人嘅天價客頭相比，佢嘅收入有着天壤之別。行業既定嘅抽傭規則，更係令佢本就微薄嘅實際收入大打折扣。經由中間人引誘嘅所有工作資源，都會被層層抽傭克扣，辛苦奔波忙活數月，傾盡所有精力，最終到手薪資所剩無幾，徹底打破咗大眾對北上港星輕鬆撈金風光無限嘅固有認知。外界始終片面認為，香港藝人北上發展便係搶佔紅利機遇遍地。可真實嘅娛樂圈行業生態殘酷現實，從無輕而易舉嘅名利雙收眾多同陳思翰一樣嘅港星，懷揣重啟事業嘅希望奔赴內地市場，最終冇得迎來爆紅逆襲嘅機會，只剩常年異地漂泊居無定所，收入起伏不定，毫無保障。常年承受高強度工作同無盡嘅心理落差，佢哋默默忍受娛樂圈底層從業員嘅辛酸，喺行業洪流中艱難掙扎，褪去昔日明星光環嘅佢哋，同普通打工仔一樣為生計奔波焦慮。陳思翰嘅半生演藝生涯係典型嘅一手好牌打得平淡嘅人生縮影，頂級嘅出道起點優越嘅外形條件，得天獨厚嘅行業資源加持，本可以造就一段璀璨耀眼、順遂坦途嘅頂級演藝生涯。可陳慧琳弟弟呢枚耀眼光環，終究成為咗困住佢半生嘅無形枷鎖。外界極致嘅期待同無休止嘅對比，耗盡咗佢所有嘅熱忱同野心，令佢始終揾唔到專屬嘅發展賽道，最終喺娛樂圈洪流中沉寂。起伏坎坷嘅事業之外，佢過往最受大眾熱議嘅係充滿爭議嘅戀情。佢同大馬拿督千金前港姐莊思明嘅多年感情糾葛，話題度拉滿。呢段走縱許久嘅戀情，曾經常年霸佔娛樂頭條，係佢最具爭議嘅過往。二人喺2011年正式開啟戀情，皆係當時娛樂圈嘅熱門話題人物，俊男靚女嘅組合，一度收穫無數關注，被大眾寄予滿滿嘅期許。但呢段戀情由開端便波折不斷，多年來分分合合，拉扯九旬。戀愛期間，二人頻繁被拍到私下爭執、相處疏離嘅畫面，夜店現身、斯文原身、感情不和等負面新聞，始終層出不窮，常年佔據娛樂熱搜榜單，令呢段感情始終伴隨無數爭議話題。2014年嘅輿論風波係呢段戀情最大嘅一次負面危機。當年有媒體直擊街頭畫面，拍到二人發生激烈爭執同肢體衝突。風波持續發酵後，莊思明曬出腿部明顯淤青嘅相，引爆全網。家暴傳聞迅速蔓延全網，引發全民熱議，輿論鴉然一片。呢場風波將陳思翰推上輿論風口，個人口碑同路人緣大幅下降。面對鋪天蓋地嘅負面輿論，兩人雙雙出面否認家暴相關傳聞，對外解釋爭執只係情侶間嘅日常矛盾，並冇任何過激傷害行為。呢場勒勒烈烈嘅輿論風波先至得以暫時平息，慢慢淡出大眾視野，但漫天飛舞嘅爭議同負面標籤早已深深烙印喺大眾心中，對陳思翰嘅個人公眾形象造成咗難以逆轉嘅負面影響同損耗。當時身為公眾人物嘅陳慧琳，亦都被弟弟嘅感情風波無端牽連，頻繁被媒體追問戀情細節同風波真相，被逼直面輿論壓力。係面對鏡頭嘅陳慧琳態度謹慎，處事有道，盡顯超高情商同格局。佢冇盲目偏袒弟弟，亦冇隨意評判女方嘅對錯同為人，溫柔坦言感情係兩人私事，外人無從知會，自己唔方便過多評論。同時大方誇讚莊思明容貌靚麗，氣質出眾，修養極佳。即使家人全力維繫分寸，呢段久存多年嘅感情依然遺憾落幕，勒勒烈烈高調開場，間滿身爭議狼狽收場，成為佢深刻嘅情感印記。歷經半生恣意浮沉，感情波折，輿論起落嘅陳思翰早已大變，佢徹底告別年少嘅浮躁張揚，跳出娛樂圈浮華功利嘅名利船會，唔再執着於聚光燈下嘅流量熱度，唔再刻意爭搶演藝資源，唔再依靠緋聞話題，
博取大眾關注，褪去咗所有藝人嘅功利同勝負慾。據悉，早喺2015年，陳思翰就唔再續約任何演藝經紀合約，徹底告別咗流水線式嘅演藝工作，暫斷咗娛樂圈嘅工作行。佢清空娛樂圈所有社交過行，手機入面冇留存任何經紀人聯絡方式，個人社交字號常年停更，主動淡出大眾視野，解凍成個名利場，徹底褪去明星身份之後，佢開啟咗全新嘅人生賽道同生活方式，將全部重心放喺自我沉澱同興趣深耕，過上咗清靜自在嘅日子。素來熱愛文學嘅佢，潛心深耕有聲書領域，轉型成為有聲書主播，沉浸喺文字同聲音嘅純粹世界入面，遠離娛樂圈所有紛爭同圈寵。受早年工作損耗同身體狀態影響，佢嘅喉嚨狀態始終唔算理想，更無法長時間持續錄製作品，只能循序漸進，量力而行，打磨內容。呢份隨性鬆弛嘅生活狀態，恰好適配佢當下平淡安穩嘅人生節奏，對比從前困於輿論同標準嘅人生。如今嘅佢早已徹底解脫，從前嘅佢被盛名捆金，被大眾對比，被外界期待層層果園，常年活喺焦慮內耗同不甘之中，身不由己，活得疲憊不堪。如今嘅佢無需迎合任何人嘅期待，無需刻意維持虛假人設，唔使爭搶資源追逐熱度，唔使被鏡頭審視，唔使被言論攻擊，日常日子簡單規律，鬆弛自在，褪去咗所有身不由己嘅促順，唔使趕凌晨嘅劇組拍攝，唔使跑無休止嘅通告，唔使應付應酬。平淡則過嘅煙火日常，係佢硬脫半生枷鎖後最大嘅人生解脫。回望陳思翰嘅半生人生，最動人嘅從來都唔係璀璨短暫嘅演藝星光，亦唔係佢辣辣烈烈又滿係遺憾爭議嘅過往戀情同愛恨糾葛，而係一個被盛名捆禁、被標林束拿半生嘅人，終於同自我和解。歷經半生兜兜轉轉、起起落落，坦然釋懷過往，接納平凡人生。年少時，所有人厭惡佢嘅頂級出道起點，預判佢會登頂寶峰。中年後，佢終於睇清內心真正所求，放下名利場嘅無盡追逐，甘願褪去滿身光環，歸於煙火日常，守住安穩歲月，踏實度日曾經萬千大眾滿心期待佢活成光芒萬丈、萬眾矚目嘅明星。如今，佢終於活成咗鬆弛自在、隨心順遂、安穩安然嘅普通人。呢場遲到多年嘅人生釋然，係陳思翰同過往半生嘅溫柔和解，亦係歲月風雨洗禮過後，命運饋贈俾佢最珍貴、最好嘅人生答案。勒脫半生治國，告別圈左浮華，褪去一身年少鋒芒，安穩平淡歲月靜好，就係佢歷經風雨後最想要嘅人生模樣。